再来看中国快艇并船的事件，海巡署长周美国昨表示讲，船只海上雷达相关的影像都已经交互检调了。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伫反应嘛表示讲，这案已经进入司法，检察官会来调查好清楚。院长嘛呼吁中国理性务实来协商，确保双方民众的权益。 画面内面会当看到咱国的海巡小艇伫大映内面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中国快船并船案造成今下海峡的情势清悬，有金门民众看到咱的海巡艇是无惊吨位的侦查，和中国海警船对视，而且是驶伫边啊。海巡署长周美国是讲并船的执法过程嘛，强调讲相关的雷达航机和影像都已经交互检调。 海委会跟陆委会呢，实际上都有在第一时间呢，对于这一些受难的死者，还有他的家属呢，提供了必要的这样的资讯的这个说明哈。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司法侦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检察官呢一定会做最好的调查。我们来相信司法，让这一个事实的真相能够大白。 陈建仁讲，专案已经入来到司法侦办，相信检察官会做上好的调查。嘛，希望中国爱理性务实做伙来协商，互今的海峡和平稳定，确保双方民众的权益。中国快船两死的事件，都惊两化的地域螺旋欠悬。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讲，这是伊这侪年来的烦恼。我怎么不担忧呢？这么多年来，对我担忧就是个，所以我们希望讲说避免战争，对不对？不要挑起嘛。 所以我们对船没有挑衅，但是怎么样以平和的方法来处理的话，那不光是单方面由军方来做决定的。邱国正强调讲，希望避免引起战争，所以咱拢无起无空。但安怎用平和的方式来处理，唔是单方面军方来做决定。军事是无适合从邦来去做。另外，今日公布中国快船的航机图，邱国正回应讲，这个案目前海巡署正在处理，军方未过介入。记者综合报道。